到啦，我哋而家好緊張。喺灣仔嘅灣景酒店嗰度等待佢嘅嚟臨。我好想話俾佢聽，香港人係唔要一帶一路，唔要一帶一路。我哋會同佢講，我哋唔要一帶一路。現場好多警力，比我哋想象之中多好多倍，但係我哋會盡量同佢講，香港人係唔要一帶一路。慢慢經過，到底我哋有冇機會可以親身同佢講，我哋唔要一帶一路呢？等待咗一晚。喂，點解會咁㗎？喂，揾多兩個過嚟呢邊。睇實啦！做咩事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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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乜嘢啊？做乜事？做乜事？做乜事？不要一帶一路！乜要一帶一路啊？不要一帶一路！我要真普選！不要一帶一路！我要真普選！不要一帶一路！不要一帶一路！好冷靜喎！做咩事啊？翻埋小姐，唔該你。不要一帶一路！不要一帶一路！我要真普選！企翻埋去，企翻埋去啊！唔該，企翻埋去。我都企度嘢啦，我都企度啫嘛。而家唔俾你企，你睇翻去一個個安慰位置，OK？買場咯！要 hold 住佢哋先 ，hold 住佢哋。小姐係咪記者嚟㗎？如果記者麻煩去翻 DPA 嗰邊啦。唔該，你翻返去順便啦。我想影住佢哋啊！即係你喺上面影啦，你喺上面影啊。我喺呢度影啦，我喺呢度影啦。你會阻住佢哋㗎。我想睇下佢哋點樣俾我近後少少。我覺得市民有知情權，我想知道佢哋嘅安危。我哋想知道佢哋嘅安危。睇得到嘅，唔該，褪翻埋翻去，埋翻去先啦，唔該入邊啦，唔該。係啦，褪翻入去入邊啦，小姐，係麻煩幫幫手。OK，咁而家褪翻後啲，OK。帶埋先，攞住啊！牌，攞住攞翻資料先。
逐個係啊，真係最快攞翻身份證抄翻低啲資料，睇下佢身上有冇啲危險物品啊！緊要㗎嚇。都可以放低手啊！最危險一定係不要一帶一路嗰張標語啦，傷害咗領導人嘅弱小心靈頂啦。抄低啲資料之後，轉頭打電話去電台 check 下佢幫力士，打電話。剛才酒店呢度呢，係所有住客呢都唔俾行出去嘅。頭先呢幾位青年人呢，想行出去呢，結果就俾想走出去呢，結果就俾呢幾位好多位應該係警員係按喺地上。現場係非常非常多嘅警力嘅。咁剛才呢啲朋友就喺呢個位呢，想出去食煙定係唔知乜嘢呢，就俾阿 Sir 喝住。然後當佢哋再走出去嘅時候呢，就俾大批嘅警員按捺在地啦。係集齊咗未？可以直接打電話俾電台，集齊分享，打電話俾車長幫你試先。係啦 ，check 咗先。咁其
其中一位人士就係手揸住命運自主啦，另外一位就係不要一帶一路，再有一位就係我要真普選呢個標語。咁呢啲呢，就係比較常沒收咗嘅危險物品啦。香港地就係咁樣，領導人呢，心靈脆弱到命運自主就係最大嘅攻擊武器、危險物品啦。呢啲就係比較常沒收咗嘅危險物品啦。咁應該就係已經解封啦，現場即係心靈脆弱嘅領導人已經係即係安全行過啦。香港戒嚴咧正式完結啦。咁3位嘅青年呢，係會送去警署喎，似乎送去灣仔警署。咁希望如果可以抽時間嘅市民去灣仔警署聲援佢哋。香港係咁啊嚇，恐怖襲擊級別嘅，原來最恐怖嘅武器係我要真普選嘅直幡，同埋3張白紙去寫嘅不要一帶一路、命運自主同埋我要真普選嘅標語，係一張 A4 白紙原子筆寫上嘅標語，原來就係世界上最危險嘅恐襲級嘅武器啦。而家係3位青年人係會被捕去灣仔警署，希望各位市民如果係有空閒嘅，請你哋去聲援。咁話俾你聽，點解會食完之後就係啦，黑 centre 係啦，港灣道歐西呢個藝術中心。好，一陣間如果有最新消息，我哋會為你哋